神，你話我想減多20磅，每一日做完之後咧，反而個人起身嘅時候精神咗好多咯，新陳代謝真係快好多。我以前都比較包包嘅，咁而家唔再包包，健康咗咯，全身都瘦咗啊！參加千年22咁樣，我覺得自己係瘦得嚟好健康，啲朋友都話我靚咗。聽到第一間話跳舞1+1啦，仲要係係啊，同埋22步舞，一定要相信千形22，佢真係幫到。佢學嗰啲舞蹈動作好要活力嘅，成個人好輕鬆啊！因為我自己咧係好想着呢啲咁嘅衫，成日都着唔到呢啲咁嘅衫，而家簽型咗之後咧就可以着，簽型好 easy 嘅啫，你就一定得，肯定。完美蛻變，我信簽型22，8星期1對1冇晒脂肪療程，只係4200蚊。